这是我10年多以来第一次为了一首歌，情绪激动到没有办法完成录音的工作。400个容易决定了一个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。这里的人家远渡重洋，找到他们家，看了几回就要这个6岁的女娃，为了大哥要娶媳妇，没钱的妈妈收了400个龙椅，让她离开家。他在厦门过了一夜，隔天才上船，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。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像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，看不见的另一半在要去的地方。也许只能这么想，才会觉得分开的只是月亮，心还一样。26岁那年生了第5个女孩，守寡的婆婆跟她说了，香火不能断，刚好有人想要一个出生的女娃，她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。天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，看不见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，千头万绪在心里转，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，是命运啊。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？他从箱底找出那个像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可是我的心肝，谁跟